阿 Ben，我睇完盤已經落訂啦。等陣，你知唔知點解舊年接近700個成交嘅客戶入邊，有60%嘅香港人係選擇咗呢一度呢？呢邊咧50萬方嘅湖景園林，咁我哋落去散步咧，就相當於日日行山嘅感覺。而且咧，小區門口咧仲有直達香洲嘅巴士站，同時咧我哋都開通咗香港嘅直通巴士。另外咧喺小區周邊咧仲有幼稚園啦、小學、中學同埋商業街，仲有4.3公里一個環跑道嘅兒童樂園、恆溫泳池同埋健身房，同埋咧呢個7000方嘅私人會所咧，係可以滿足晒我哋業主所有嘅衣食住行、吃喝玩樂購嘅所有嘅需求啦。依家咧我哋嚟到135平方嘅示範單位，走，我哋入去睇睇。哇，嚟到個廳，好多嘢送喎，呢度送，呢度送，呢度送，呢度仲送，哇，仲有呢度都送啊！哇，入到嚟廚房，呢個又送，呢個都送啊！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下主人房有冇咩驚喜啦。哇，入到嚟主人房好闊落噶，個床係送嘅，床頭櫃送嘅，衣櫃送嘅，冷氣送嘅，同埋窗簾都係送嘅喎。送咁多嘢，開發商係咪蝕晒底啊？簡直就係全部都唔使自己出錢買啦。跨境咧按揭3日批核，真係非常之快捷。開發商扎根坦洲20年，準現樓工程直播，依家更有低首期活動，5萬即可輕鬆入住。我係阿 Ben， 專幫港人避坑，點擊頭像私信領取樓盤資料啦，即刻攞起電話 call 阿 Ben 帶你睇樓。